Hello， 大家好啊！又係我哋 VIP Money Talk 嘅經濟一周時間啦。今個禮拜咧，全球市場咧繼續回升嘅原因就係個市場咧期待緊美國同埋伊朗有機會達成協議，重新開啟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不過咧，到而家為止個協議咧仍然未落實嘅，所以市場嘅氣氛咧繼續偏向審慎嘅。加拿大 S&P 同埋 TSX 嘅指數咧就微升噶啦，美股同樣都繼續向上啊。咁油價就回落翻啦，金價有啲上升，咁個債息咧都係微跌嘅。呢個組合咧就反映翻市場雖然係樂觀啊，但係啲資金咧仍然都有避險噶吓。咁喺加拿大4月咧就流失咗17000多個職位啦，遠差過市場嘅預期嘅。但係最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全職工作啊大減咗46000幾份噶啦，失業率咧升到去7%，半年嚟嘅新高。建築業啊同娛樂業咧都受到好大嘅打擊噶。咁即係話加拿大嘅勞工市場咧正喺度降溫噶啦，再加上美國呢個貿易壓力咧，中東局勢亦都要推高啲物價咯。加拿大嘅央行短期之內咧唔敢亂咁加息噶啦。相反咧，美國新增咗11.5萬份嘅工作，失業率咧就維持喺4.3%。醫療同埋運輸行業咧表現非常之好啊！美國企業咧請人嘅情況仍然都係穩定嘅，顯示咗經濟仍然都有啲韌性喺度。即使面對呢個通脹壓力咧、地緣政治風險咧，呢個美國經濟暫時都係企得穩嘅。歐洲嘅商業活動咧1年嚟首次係收縮嘅，問題咧主要係嚟自呢個能源價格嘅急升啦，消費需求轉弱，零售同埋嗰個銷售咧已經係連跌咗3個月噶啦。歐洲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個經濟本身已經弱噶啦，但係通脹又喺度升。Amazon 宣布咧開放自己物流系統俾其他公司使用嘅，咁即係簡單講就話 Amazon 唔淨係做網購噶啦，唔單止係做網購噶啦，而家仲想做埋全球物流嘅平台添啊！呢個消息咧可能衝擊埋 FedEx UPS 嗰啲傳統嘅物流公司添噶。同時反映咗一件事，就係喺疫情之後全球企業越嚟越重視呢個供應鏈嘅控制。而家咧全球經濟出現一個明顯嘅分化，加拿大就開始轉弱少少噶啦，歐洲嘅壓力咧就增加咗，美國咧仍然係相對穩定嘅，但係核心風險咧仍然就係呢個中東嘅局勢啦、通脹嘅壓力啦，同埋全球經濟有啲放慢噶啦。未來嘅市場咧波動係仍然有喺度嘅，市場最危險嘅時候往往唔係下跌，而係大家開始放鬆警覺嘅時候。究竟你哋有冇策略呢？記住下個禮拜繼續留意啦。